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云林口湖大主村的天台宫，100年前就有烧王船的仪式。今年新明有指示，国历的9月初1下晡的2点要来烧王船，欢迎信众做伙来送王船求平安。 口湖乡大主村的天台宫自100年前就烧王船的仪式，今年庙方受到新明指示，委托北港的纸塑工艺师蔡义用的团队来制作，其中的每一尊拢是照新明的指定来完成。王船顶的布种、穿的衫、用的配饰，蔡义用都有照历史的资料来制作，让今年烧王船的仪式更加庄严。他们很特别强调要有天扫跟地扫。 然后这个杂役呢，还有这个金斗跟银斗。天台宫表示，烧王船的仪式唔是逐年拢有，顶届已经是6年前。今年的仪式是自旧历的4月15请王爷，7月29来送王船，希望借着送王船，甲歹命送走，替乡亲来求平安。王爷交代，交因讲要做偌大只，欠偌大，种种的情形，王爷指示，阮才来。 做这工作。今年送王船的仪式，伫咧新历9月初1下晡2点开始，欢迎信众做伙来大主村求平安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